今日嘅助詞係嗱，第四聲調嗱，佢嘅用法比較單一，就係用於提問。我哋先睇一個例子。又牛魔王，賢弟，你捉咗唐三藏嚟俾我啦！呢度牛魔王問孫悟空係咪捉咗唐三藏俾佢？呢個係確認呢件事係咪發生咗，用於確認。跟住睇下第二個例子。做咩無端端送嘢俾人啊？我哋認識1週年紀念啊嘛，乜你唔記得咗啦？你估我記唔記得啊？呢度咧，因為前面女嘅問佢做咩送禮物俾佢，所以佢係問佢係咪唔記得咗佢哋嘅結婚週年，係確認佢呢個狀態係咪已經形成，係咪唔記得咗？跟住睇下第三個例子。海龍，恐龍，問就得噶啦。人嘅命運一早已成定數，並無不妥。幾時輪到你無理取鬧啊？呢度咧，因為前邊雙方爭執，跟住咧濟公暈咗，所以玉帝問佢暈就得嘅，嗱就係反問，即係意思暈都唔得，否認對方通過詐暈嚟想避過呢件事。我哋做一個總結。第一個咧，佢係基於見到嘅情況變化，見到孫悟空嚟咗，咁確認事件係咪發生，即係佢之前串謀嗰件事有冇發生。第二個咧，基於對方嘅而家嘅情況，確認新嘅狀態係咪已經形成。第三個咧係通過反問否認對方嘅做法嘅可行性。